氹仔段一邊嘅引橋橋面路面瀝青維護工作，喺今日夜晚嘅8點至到明日早上嘅6點，屆時喺氹仔偉龍馬路同埋北安碼頭去返北安大馬路方向，以及澳門大橋嘅引橋嗰邊呢，係需要封閉交通嘅，而車輛呢，係需要經過北安大馬路嘅掉頭位呢，係去返澳門大橋嘅。咁請各位揸車人士就留意返啦。交通消息講到呢度，多謝收聽。唔該晒，係交通事務局嘅黃生。衛生局呼籲，為預防流感，應每年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。而家時間係早上嘅8點48分。各位老闆，澳視澳門電視頻道已經覆蓋中國內地全景，由珠三角擴展至神州大地，宣傳效果勁好多。澳廣視就係各位老闆揾生意嘅最佳拍檔，即刻打嚟85994840落單啦！而家嘅天氣係室外氣溫咧係攝氏22度，相對濕度係69%。我哋繼續聽聽眾嘅來電，而家接到蘇生，早晨。早晨。早晨，早晨。係早晨。啊，我同名車城阿馮生就補充啦，佢就話咧嗰個嚴重嘅污染黑沙環，咁你哋嗰啲少女又話取證困難，唉，有咩咁困難啊？食飯夠困難啊，係嘛？又要買，又要煮，又要洗，最雜事係要屙啊嘛！唉，有時拍下個腦先會講嘢咧。我講侮辱罪嚟㗎。咁啊，星期五咧，咁有位先生佢就唔滿意檢察院喎，佢話敷衍失職喎。我同意，因為我曾經被一名女檢察官啊，我懷疑佢有私相授受，我都希望嗰啲案件盡快。蘇生啊，係如果你即係要去投訴，係有投訴機制嘅。咁啊，你個案件係有進入司法程序定係？未啊，未進入初級法院抌翻落嚟，叫你哋檢察官搞掂先好拎上去。哦，未進入司法程序。其實你識法律咩？阿蘇生，一啲案件我哋唔討論啦，好嘛？喂，點解啊？上次阿黃生你係討論啊，你係叫佢歸黨未啊？話你仲巴閉個檢察法官啊宋敏利喎。上次咧，其實我記得嗰位先生咧都係我哋後尾都係冇再繼續去討論嘅，同埋我哋事後咧，如果係有其他嘅部門啊要去聯絡佢，我哋都有做過轉介。咁啊，蘇生，我哋唔討論呢個案件咯，我哋一直都唔討論，有冇？好啊，唔討論啦，算啦，我原諒你啦。咁咧就咧講下個教青局啦。教青局由柯南司長指導噶嘛，係嘛？哇！佢話嗰個人哋有狂躁症啊，佢又唔懂醫學，又控制晒啲醫生，完全冇醫學常識啊！阿柯司長啊，唔該你真係要諗清諗楚啊！蘇生有冇其他嘅議題啊？呢啲都好難討論落去嚇。好啊，你話唔討論咪唔討論咯，係嘛？你哋討論就討論，唔討論唔討論，冇問題咧，係嘛？咁咧，我舊年啊，唔係舊年6月24號，阿吳小姐，你幾靚啊！我睇張相，珠圓玉潤。喂，舊年6月24號有個叫做明東神，佢叫文生啊，係嘛？我同學，我個叻㗎嚟嘅啊。好啦，蘇生，傾到呢度啦。咁快？